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就是欧罗的意思，亚就是上帝。啊，全世界拢通用每一种的言语，哦，日本话、美国话、希腊话，所有哈利路就是欧罗，亚就是上帝，哦。啊，所以咱来教会，人若讲哈利路亚，啊，咱讲哈利路亚回应嘛会使，讲阿门，阿门，哦，阿门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啦，也是实实在在啦，也有欧罗的俗意思、感谢的意思啦。所以阿门，哦，伊基督徒真常讲，哈利路亚嘛真常讲。啊！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，但是咱若伫讲哈利路亚去阿罗上帝的时阵，上帝就已经不知啦。所以呢，我信耶稣了后，我上爱讲的两句话就是耶稣的话，耶稣的保惠，耶稣替世间人流血的是。咱若伫耶稣的话内底，看见咱有做毋对、讲白菜无安怎，咱甲耶稣讲歹势，我有做这代志，我有讲这话，实在无是，这话是无实在的，耶稣你来赦免，真奇妙呢，迄气面就会登记呢，锁啊就会登记呢，即句话就袂当来甲咱绑起来，即几日咱去选举啊，真热闹啊！迄落台北歌星是啊，医生啊，歌医生啊，因内底办手的是一个台大学生社工的啦，伊顶悬敲一通电话，甲交代，你爱去找人，因为。迄个华医生的行程，拢对方连时拢先知影，即马即个电话卡来所在，拢爱去查看安尼，遇到两个电信业的来，全给装鸟车尾安尼，这就是。咱即马好处就是手机拢会留落这个名嘛，迄落爱去做证嘛，这个电信业伊是透过一个律师来知影即个请电信业来嘛，伊就伫迄落即个囡仔，去法官就是因电话拢。随检查，你即个囡仔30通岁，你有甲电信业联络，伊就怀疑伊是妖白你知影？就是证人，伊证明讲这电信业是伊叫的，啥品证人，啥品拢无证据，就爱甲压落来啦，爱交。3万块的保证金才会当出去啦，即个囡仔，伊是台大社工系毕业的，伊有一寡常识，常识甲知识，所以呢，伊讲我袂保，我无犯罪，你哪会叫我保？迄电信业嘛，手铐。拢扣起来，甲送咩法院？法官呢，甲叫伊出来免保就转去啊。电信业的人去遐装呢，法官要相信这电信业的 ，OK。即马即个代志，就靠即个姚先生啊，竞选总顾问啊，伊伫电话中先接着先讲。为实咧，即个代志，阮办了无好势，安怎会无好势？因为迄暗则一个人，
即个少年人伫总部尔嘛，啊伊即个总干事嘛，袂当随时送去遐，啊伊嘛毋知影有人监听啊，所以伊家烦恼，叫伊去处理这，啊伊着爱联络车，爱去处理这啊，啊伊甲电信业嘛无熟识啊，伊是透过一个律师的朋友啊，吼，啊即马去竞选足紧张的内面，吼，啊即个蔡立伟着讲因设计，吼。要无偌对廉价来嘛，哦，啊，这会互选举规个拢变样啊，哦，每一个选举，咱的人生每一个细节爱持小心，啊，这个总干事感觉伊当时无招几十个去甲遐电信业要处理啥，啊，拢有伊个人咧陪拼，即件代志。因为伊毋知影会安尼代志嘛，啊，所以伊伫电视的采访、面对面的采访，伊接到电话伊就会失礼。这我确实我办了无好，我做了毋对。应当我是竞选总顾问，吼，我爱带10个人去，电信业要去安怎？囡仔有人陪嘛，啊无。一个囡仔30几岁，伫6、7楼，安尼，啊伊互装啥？啊变即个囡仔是妖爸啊，甲伊配合的，啊早要将遮来污乱人家安尼啦。哦，啊引导即个蔡正元立委就讲，这有可能，哦，即个外医生要来陷害人家的代志安尼。啊，因拢怀疑嘛，吼！但是我感觉即个姚立明，伊是立法委员竞选的总干事，伊接到电话，伊一个就挺认唔着，因为我毋知影代志安尼发生啊，吼！啊，所以我嘛无派人去陪因啦。啊，即马演变落来，袂当事前知影嘛，吼！啊，我是要讲。咱人生吼，承认着真好啦，吼！我做牧师嘛，啊，我有娶某嘛，阮太太甲我讲话无安怎变脸着啦，吼！啊，我要安怎？我讲亲爱，我爱你，一切拢怨唔着啦。啊，你伫房间内底2个人嘛。哎，阮太太听着，真我讲的话，真实的话，听伊耳干，伊脾气发起来啊，吼！啊，我就爱问啦，啊太太你是安怎？安怎会发遐尼大的脾气？用你哪会当讲即句话？我讲太太啊，咱结婚遐尼久吼，啊你捌看着丈夫安尼共讲即款的话，也是？捌甲你讲过即款的话，吼，我袂讲遮个话啊。阮太太伊肯信任丈夫，啊，就安静落来啊，你知？哎，啊，若太太继续发脾气吼，哎安怎？继续回唔着你呐？一摆啊，李牧师啦，啊，我是讲，我有一笔钱，人会甲我回李牧师的小。伊落户仔内底啦，啊，阮太太伊爱交啥？交房贷啊！啊，即个厝是阮囝去买的，用阮囝的名买的啦。因为安怎你呐？一个迄落啥？